Hello，我叫張心妍，我係2A 班嘅張心妍3號。咁今日我就係要拍數學嘅立體圖形，咁我俾你哋睇下。紅寶寶上鏡，你今天好嗎？矮女啊！嗱，咁我嘅立體圖形咧就叫，唔係，我寫完嘅話咧就係圖畫名稱，睇到嗎？看到嗎？巴士啦，咁咧呢度有個巴士，咁呢個自己畫嘅，呢個四個堆兩個。搞乜鬼啊？哎呀，球有兩個啦，呢度一個球，兩個球。三個堆有一個，三個堆一個都未。四個堆有兩個，嗱呢度兩個。長方形有兩個，因為呢度嗱呢度一個長方形，兩個長方形，一個兩個就咁。咁大家都覺得我係講得好快啦，咁我依家就講完啦，就係講完。咁，拜拜。